請咗 Cindy 嚟啦，女性盆底肌專家啦。我作為一個即係女性健身室代表啦，我知道做運動係一定對媽媽好嘅。但係咧，作為一個過來人咧，因為身邊大部分嘅人都仲係習慣要休息多啲啊、躺平啊、食多啲啊。咁我自己意識上同埋我個心理上都有啲唔平衡。所以咧，我就想你，不如用你嘅數據說服我啦，用數據說服大家，即係鼓勵多啲媽媽要做運動。我諗我哋分3個時期去講啦，備孕啦，或者係懷孕期間同埋產後運動對於媽媽嚟講有啲咩影響啦？而家個數據話俾我哋知咧，如果你係未懷孕，你又想懷孕嘅話咧，其實你平時有恆常嘅運動習慣咧，係比起你從來唔做運動受孕嘅機會比較高啲。佢嘅原因就係除咗可以令到你即係身體入邊嘅荷爾蒙比較平衡啦，同埋你排卵比較規律啲啦。如果有啲女士本身有一啲 PCOS 多囊卵巢症，其實佢哋本身排卵會比較唔規律啦，同埋佢嘅受孕嘅機會比較低啲。啲女性有做運動嘅話咧，佢哋都會改善到佢嘅排卵嘅節奏啦，懷孕嘅機會會高啲。咁所以呢就係咧對於備孕中想懷孕嘅女士咧，都係一個提醒啦，就係如果你平時有一個恆常嘅運動嘅話咧，係有機會可以幫助受孕成功率會高啲。呢個我都知喎 ，IVF 嘅研究嚟嘅，咁佢係分咗臥床組同埋不臥床組啦，咁不臥床組咧，即係正常活動嘅人咧，原來就係發現佢哋成功率高好多。發現嘅原因咧，就係因為佢哋血液循環好，可以帶到一啲足夠嘅女性激素荷爾蒙去增加呢個懷孕嘅機會。咁另外咧，懷孕期間嘅運動，咁其實好多媽媽都會擔心，我而家有咗咯喎，咁我係咪應該要躺平啊？即係頭先你都咁講啦，身邊嘅人都會叫你你大肚婆你就唔好周圍喐，帶住個肚去做 gym 咧，驚啲人惹人注目。即係可能你去超級市場買啲嘢都唔好意思拎啦，即係唔係你拎唔到嘅，而係你街邊嗰啲人喺度望住你，我大肚婆咁大肚就唔好拎啲嘢啦。咁其實有好多啲咁嘅目光嘅研究話俾我哋知咧，如果你懷孕期間有做運動嘅話咧，對於媽媽同埋 BB 嘅健康都會比較好啲。最緊要就係要揾翻適合自己做嘅運動啦。如果你從來冇做過運動嘅話咧，慢慢去增加你嘅運動量。所有嘢循序漸進。如果你平時已經有恆常做開運動嘅話咧，咁你可以繼續運動，係啦。但係咧有一啲動作可能你要避免啦，譬如趴喺度啊，或者長期仰臥啊，一啲撞擊性嘅運動啊，或者一啲氣壓或者水壓有改變嘅運動，譬如你潛水咧，咁你就懷孕就唔好繼續潛水啦。跳傘咧，懷孕就唔好跳傘啦。咁呢啲極限運動就唔好做啦。撞擊性嘅運動，譬如係打籃球啊、打排球會衝撞嗰啲啊，就唔好做啦。大部分嘅運動咧，其實都係可以做嘅，包括做 gym 啦、舉重啦。都有啲媽媽就係懷孕期間一路做緊 crossfit 啦，咁其實佢都係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懷孕期間媽媽做運動嘅好處其實都非常之多，最緊要就係揾翻專業嘅人士去睇住你個姿勢上面有啲咩要調整咧，或者去到第2同埋第3妊娠期嘅時候，佢需要調整嘅動作比較多啲嘅，咁所以有個專業人士去幫你睇住嘅話咧就比較安全。係要做啱，唔係唔好做。有啲人會擔心啦，如果我懷孕咗嘅時候，如果我哋做運動嘅話，會唔會令到自己流產嘅咧？呢個都係一個好常見嘅一個迷思嚟嘅。而家就冇任何嘅醫學證據顯示運動咧係會令到你流產嘅。都理解，但係我驚啦，大部分嘅流產咧都係喺第1個妊娠期發生嘅。因為你躺平，啲人會話因為你躺平所以流產，但係你做咗運動流產呢啲人話，因為你做咗運動所以你流產。係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你懷孕期間做運動係會令到你流產嘅。即係我哋懷有3個妊娠期啦，第1個妊娠期即係0至12週嘅時候咧，嗰個流產嘅機會率咧係比較高啲。流產背後嘅原因有分好多啦，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冇原因，即係唔係話你做錯啲乜嘢、食錯啲乜嘢，或者行去錯啲咩地方，千祈唔好怪責自己。有好多時呢啲流產咧，其實都係叫自然流產啦，即係冇話係你做錯啲乜嘢令到自己冇咗個 BB。係啦，你懷孕期間係要做翻適當嘅運動啦，亦都唔需要太擔心就係話死啦，我係因為自己做咗運動所以令到自己流產。呢個都係頭先阿 Zoe 講嘅就係，即係完全躺平唔係一個健康嘅休息方法。